後來鄉親啊，繼續來看台北中正一分局有一位負責着正副總統安全維護勤務的女警，18號生一個查囝，但是卻因為大出血救無轉來，亡生了。伊的查某囝嘛因為腦欠血，目前還佫佇個加護病房觀察治療，當然是真唔甘。分局的警友會主動來發起着募款，講寄付的人傷濟咯，分局先把捐款的戶頭關起來。高強等地警力全部出動，維護國家元首的安全。其中一個負責勤務的女警，聽講生完囡仔不幸歸案，接受台北市長甲台北市警察局長的頒獎，伊就是生誕的女警務員，任職佇台北市中正一分局的督察組，主要負責正副元首的安全維護勤務。今年初副長官舉薦全國的無法警察。4月初生一個查囝，因為大出血歸案，和同事真唔甘。那舉手投足間呢，是帶着一份真誠與體貼，然後在繁忙的警務工作中，他始終是那股最安靜卻也是最堅定的力量。他對同仁們總是細心的關懷，在他人需要協助時，能夠主動伸出援手。伊查囝也因為腦部上訴無夠，擱佇咧加護病房治療。分局警友會也到三港撥款，希望會當減輕家屬的負擔。當然，因為善款的湧入，它超過了預期。那我們為了避免外界的質疑，還有這個留下產生疑義，那我們還要確保整體作業的嚴謹與透明。那我們在今天上午已經及時跟銀行聯繫，關閉了所有的收款賬戶。女警歸案，同事唔甘，民眾知影消息也自發投入愛心，讓家屬感受到溫暖。Hello， 我是林仙怡。想要搶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趕快訂閱、按讚、開啟小鈴鐺，鎖定華視新聞 YouTube 頻道。